有一种声音，无人会听见，是你讲予家己听的话。有一出电影，无人会当看，主角是你，戏来家己搬。心内话，要讲予啥人听？是好是歹，只有家己知影。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家己的未来剧情家己写。有一种烦恼，无人会插你，是你为着三顿度日子。有一款过去，成功也不如意，永远袂重新开始。心内话，要讲予啥人听？家己的空嘴，只有家己知影倒位疼。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结局如何？主角也是我。有一种烦恼，无人会插你，是你为着三顿度日子。有一款过去，成功也不如意，永远袂重新开始。心内话，要讲予啥人听？是好是歹，只有家己知影。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家己的未来剧情家己写。心内话，要讲予啥人听？家己的空嘴，只有家己知影倒位疼。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结局如何？主角也是我。